来大城市发展，才知道上海的高中生是2次高考机会的，春考1次，高考1次。春考就是为了避免到时候夏天去跟全国的高考学生竞争的考试。上海的春招考试是指面向上海本地高中生提前于夏天的高考，在大学上的成绩含金量是跟夏季的全国高考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只考语数3科，物理成绩还可以选这次的春考分数，或者是夏天全国高考分数中最高的那次。而且如果你这次春天的高考就已经通过，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是不用再去参加夏天的高考了，甚至都不用再回到学校去读书，除非你想再刷一下你的英语成绩，可以报名大学，还都非常的好。像今年有上海海事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、上海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，都是非常好的学校。甚至上海还有一个插班生考试，高考没考好可以先去读上海本科，大一努力到5月去考插班生，就可以逆袭进985。2015年有包括复旦、交大等在内的14所本科院校参加，考上学籍转入新校，没考上继续读原校无影响。还有中本贯通跟高本贯通，这个是针对中考生跟高考生开设的直通本科的项目，一般是前几年在职校读，后几年在本科学校读，最后拿的是本科学校的专业学位。果然还是大城市机会多啊。